小姐做檢查，證實角膜上嘅疤痕並冇影響視力，不過自此都唔敢再戴住隱形眼鏡瞓覺。梗係唔會啦，唔敢啦。咁我都會即係清潔晒雙手啊，然之後每日盡量縮短需要戴隱形眼鏡嘅時間啦。一返到去屋企嘅話咧，就會即刻除低隱形眼鏡先咯。咁另外都會盡量每一個星期可能有一日去俾個眼睛去休息，會戴返普通嘅眼鏡咁樣咯。即使每日要戴隱形眼鏡，醫生都建議每日唔好戴超過8個鐘頭，避免眼睛過度疲勞。但如果有需要戴長啲時間，點樣可以戴得舒服一啲呢？其實舒適度咧都好取決於嗰個隱形眼鏡嘅物料本身啦，嗰個弧度設計適唔適合個病人本身嘅應用啦，同埋病人本身嘅淚水分泌情況、使用嘅時間長短都會好影響主觀嘅舒適度嘅。咁一般嚟講啦，依家比較多人選擇嘅咧都係啲日氣式，即係每日用完即棄嘅隱形眼鏡嘅。咁加上如果係用直水凝膠透氧度高嘅話咧，大部分呢啲日氣式嘅隱形眼鏡都係比較舒適度好高，咁亦都唔容易乾，佩戴嘅時間亦都可以好長嘅。隱形眼鏡物料主要分為2大類，分別係水凝膠同直水凝膠。市面上出售嘅彩色隱形眼鏡物料多數係水凝膠，透氣度比較低，所以建議佩戴時間要短一啲。咁除咗透氧度，唔少人選擇隱形眼鏡都會留意含水量，但係咪含水量越高就代表越滋潤，唔容易眼乾呢？隱形眼鏡嘅含水量咧，就係講緊佢體積入邊有幾多個百分比嘅水喺入邊。咁含水量越高，即係話佢要喺幾多%水，佢先可以運作正常，保持佢通透嘅形態。咁水喺邊度嚟咧？水自然就係我哋嘅淚水啦。咁所以咧，含水量越高，反而佢係需要吸收更多淚水去工作嘅。除咗正確佩戴隱形眼鏡，每次使用之後都要仔細清潔。其實除咗每一日即棄嘅隱形眼鏡之外咧，所有可重用嘅隱形眼鏡咧，都一定係每日除出嚟咧就要做足洗捽沖浸嘅步驟嘅。我會建議咧，每日除 con 之後咧，都花10至8秒、10秒啦，去捽一捽個 con 啦，令個 con 更加乾淨嘅。因為你唔去捽 con 咧，就咁擺落個隱形眼鏡嘅水度浸咧，污糟嘢可能會黐咗喺個 con 表面，久而久之咧，可能會導致咧眼容易敏感啊，或者唔舒服。而家坊間流行所謂洗 con 機，如果想偷懶以機代手，咁又得唔得呢？佢個原理咧，又係利用超聲波嘅震動啦，去令個隱形眼鏡更加乾淨嘅。咁我都唔排除咧，呢個功能咧係可以令到隻 con 咧係更加乾淨嘅。不過咧，暫時都未有好充分嘅臨床數據顯示啦，係咪用咗超聲波隱形眼鏡嘅清潔器咧，隱形眼鏡會更加乾淨咧？咁同埋長期去用咧，會唔會損害咗隱形眼鏡嘅物料咧？暫時都係未知嘅。